嗨，大家好，我是探评述，今天是2026年1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伊朗，聊一聊波斯，聊一聊伊朗的局势。可以说伊朗的局势叫一波三折，柳暗花明又一村跌宕起伏昨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让伊朗人民要走上街头，要夺取这个机关机构，记住那些镇压者，对吧？那些施暴的刽子手的面目。然后还说这个美国的援助正在路上，让这个暂时平静的伊朗局势又一下升温了。大家纷纷猜测，这个美国的援助正在路上，到底是什么援助呢？是炸弹还是三角洲特种部队？今天局势进一步升级。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新华社刚刚发了一个报道，说据外媒15日报道，伊朗当天发布新的航行通告，将领空关闭时长延长3小时至北京时间15日11时30分，仅允许获得正式许可进出伊朗的国际航线通行。根据24小时飞行雷达网站此前发布的消息，伊朗发布的航行通告说于北京时间15日6时15分至8时30分暂时关闭其领空。伊朗在断网封网5天以后，采取了这个给天空拉闸，封锁领空这个不就是关闭领空吗？为什么呢？说明这个局势升温为了应对美军的突然打击。大家也知道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主要是俄式的，什么 S-300 铠甲这些武器大家都知道在俄乌战场上，在这个委内瑞拉大家都领教过了。它不发作还好，一发作也可能是乱炸误射。伊朗干过这事他把那个国际航班，我记得是乌克兰的吧，5年前，但是也是为了应对这个特朗普的对伊朗的打击嘛。那不是那个斩首了那个苏莱曼尼，特朗普斩首了那个伊斯兰革命卫队那个领袖苏莱曼尼然后好像后面那个伊朗不是报复嘛，那也是 S-300 乱射，结果把人家乌克兰的一架飞机给射下来了，损失惨重。这一次伊朗汲取经验教训，对吧？先关闭领空，总不会误射吧，对吧？就是误射了，炸着自己人，损失不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伊朗担心美军搞突然袭击。而且本来说是这个关闭2小时，现在又推迟了关闭5小时，具体什么时候开放不知道，形势突然紧张起来。那这一切还是跟特朗普有关系我们先看看特朗普又说了些什么。就在外界和媒体纷纷猜测这个特朗普有可能在24小时内对伊朗动手进行突然打击，甚至不排除在委内瑞拉那一幕在伊朗再次上演，来个梅开2度。结果当地时间1月14日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我们要先观望局势发展。他同时指出美国政府收到了来自伊朗非常积极的声明，不过他也并未排除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分析指出特朗普的这番言论似乎意在缓解外界对局势可能升级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的担忧。特朗普还说他说有人告知我们，伊朗的处决活动已经停止，确实停止了，死刑执行将被暂停，我们会核实这一情况，如果处决活动再次恢复，我们将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但是特朗普他又表示今晚将是伊朗政府的最后一夜。我倒是不觉得特朗普在撒谎因为这个伊朗人我在前几期节目说了，叫外圆内方，对内是高压态势，把那些闹事的维权的抓出一部分，把他们打成叛徒内奸犹太复国主义分子带路党美帝的这个走狗雇佣军进行处决，对内高压，对外呢丝滑的跪下，对吧？他嘴上很强硬，下面不停的通过各种管道在向特朗普带话，对吧？各种妥协，这个大家都能理解所以这个特朗普在白宫通报伊朗的杀戮正在停止，而且已经停下来了，根本没有处决计划。但我得到的是非常可靠的消息，很有可能这个伊朗暂时停止了对这个所谓的内奸间谍的这种绞刑处决抗议者这个昨天好像伊朗已经开始处决这个有个年轻人9号被捕，15号还是14号就处决。这个伊朗神棍政权一方面把本国民众当作人质，另一方面相当于对特朗普眨了眼睛，也就是说求饶。这个特朗普的说法大家参考，他一会儿升温一会儿降温，一会儿说从
从伊朗方面得到了非常积极的信号啊，积极的声明。一会儿一说啊，这伊朗踩了我的红线，我不高兴了。他还说啊，我不受什么国际法限制啊，我只受我道德约束，不排除啊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为什么说特朗普说法你只能参考呢？大家想一想啊，特朗普派这个三角洲部队啊抓捕马多罗之前也是这么说的，一会儿说我给马多罗打了电话，我们谈得很愉快，对吧？一会儿又指责马多罗，突然有天晚上把马多罗就抓了。所以你也不能肯定啊，这一幕就不会在伊朗身上重现啊。也就是说，特朗普不排除啊，他是一个烟雾弹，为美军的行动啊，对吧？这个创造有利的条件。当然了，他未必是去抓这个哈梅内伊啊，也可能是斩首行动，也给他处理了，也可能就是轰炸一下伊朗的这些导弹呐，还有这个核设施，炸第二遍。所以我们不要看特朗普说什么，而要看他做什么，看看美国的行动。这个共和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说啊，致伊朗人民，阿亚图拉哈梅内伊屠杀了你们的人民，使里亚尔成为世界上最疲软的货币，并挥霍了你们国家的资源，让政权更迭成为必然。这个实际上在美国国内啊，支持特朗普动武的不在少数。当然了，也有人啊主张外交作为首选手段。根据报道，美军人员被告知今晚之前必须撤离位于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这是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枢纽。该基地驻扎着约1万名美军士兵。此前，美国袭击伊朗核设施后，伊朗曾将该基地作为攻击目标。目前，美国大使馆没有发表声明，也没有否认或做出任何保证。当然了，通常情况下啊，这一阶段都是这样子进行，就是每次重大局势升级之前，模式都是一样的，悄然撤军，受保护的资产转移，然后全世界终于发现，对吧？这个事情就发生了。这个伊朗啊，外交部部长已经跟这个中东的很多国家打了招呼，托他们向特朗普带话，劝特朗普冷静一下，不要动武。如果啊，伊朗遭到美军的攻击，那么伊朗势必要打击在中东的美军的这个10几个基地啊，都是他的目标。到时候炸了你们国家，你可千万不要这个说我没打招呼。所以说啊，这个伊朗外长是吧，要求这个国家去阻止特朗普这个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这个英国的天空新闻呢，当地时间14日也报道啊，英国正从美国位于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撤出人员，也不管是美军撤啊，连英国的这个一些非战斗人员啊，比如后勤什么的都撤走。当地恐怕留下的就是一些防空部队啊，对吧？无关的人员先撤出。这就是因为伊朗多次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将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进行报复。英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啊，出于作战安全考虑，我们不评论驻地与部署的细节。英国始终会采取预防性措施，以确保人员安全，包括在必要时撤离人员。那么卡塔尔也证实了啊，乌代德空军基地的这些很多军事人员呢正在撤离，以应对当前地区紧张局势。根据这个以色列时报报道啊，6架美军的 KC-135加油机已从美军驻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出动，目的地不明。路透社14日援引一名以色列官员的消息称，美国很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但规模和时间尚不明确啊。这就是伊朗为什么宣布暂时关闭领空的主要原因啊。从伊朗方面传出的消息啊，说美国陆军的电子战行动已在伊朗南部和西部启动，伊斯兰革命卫队、陆军、警察部队和情报部的无线和雷达通信完全被打乱。那么从美军的这些异动来看，不排除特朗普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实际上这也是特朗普对伊朗进行这个极限施压的一部分，对吧？紧一下松一下，东一下西一下的，让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呢摸不着头脑，非常焦虑啊。我们再看看这国际上是什么个反应。首先是美国驻沙特阿拉伯使团也就是美国的国务院敦促就是驻沙特的这些美国人呢要提高警惕，鉴于当前局势紧张升级，要避免前往该地区各地的军事场所进行非必要的旅行，并建议在沙特阿拉伯美国公民采取同样的预防措施。也就是说，连在沙特的美国人都要小心，不要靠近那些军事基地，这个就不言自明了新华社报道多个国家要求本国公民离开伊朗。说西班牙外交部网站14日发布重要提示，要求目前身处伊朗的西班牙公民应尽快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离开该国，也就是越快越好，提
提桶跑路吧，在伊朗的所有西班牙人啊，赶紧撤，再不跑就来不及了，就这意思啊。这份重要提示说啊，鉴于伊朗及周边地区局势极不稳定，强烈建议本国公民不要前往伊朗。同日，意大利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说啊，由于伊朗国内安全形势严峻，意大利强烈呼吁本国公民离开伊朗。波兰外交部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敦促波兰公民立即离开伊朗，并建议不要前往该国。而美国国务院呢，已经连续2次要求美国公民立即离开伊朗，这个形势啊非常紧张。那法国啊，还有澳大利亚早就发了声明了。最关键的是啊，连印度啊居然都发了通告，说啊，因伊朗局势变化，印度政府建议所有在伊朗的印度公民，含学生、游客、商务人士，尽快通过可行方式离境，包括商业航班，也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赶紧撤，就这意思啊。连印度啊，三哥这么胆大的，对吧？不怕死的，现在都要撤离伊朗。我们再看看这英国啊，英国就更狠了。昨天啊，德国总理莫尔茨说啊，伊朗政权就是最后几天了，得出这么个结论。那今天呢，英国首相斯塔默说啊，他在议会啊，他说议长先生，首先我能否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反对示威者的令人作呕的镇压和谋杀？这个用词非常强烈啊，非常这个激烈。也就是这个英国首相斯塔默，他认为伊朗的神棍政权对示威群众叫镇压和谋杀，这个指控很厉害啊。伊朗人民的勇气与他们绝望政权的残暴形成了鲜明对比。我们正与盟友合作，制定进一步的制裁措施，并尽一切努力保护英国公民。英国外交部14日确认，已经暂时关闭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当天早些时候，英国媒体援引一名政府发言人的话报道称啊，设在德黑兰的英国驻伊朗大使馆已暂时关闭，将改为远程办公。我们再看看这个以色列这边啊，以色列这边也没闲着，也是一手软一手硬啊。以色列国防军称啊，以色列选择不卷入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即将发生的冲突。与特朗普总统首次干预伊朗不同，此次战争的理由甚至连阻止伊朗或者足以威胁以色列或美国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现实主义理由都缺乏。相反，特朗普将此次行动包装成一场旨在将伊朗抗议者从政权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道德运动。这个就是以色列啊给伊朗释放的烟雾弹，那意思就是安抚伊朗，你不要害怕，我是不会打你的啊，我不跟美国一起。实际上呢，对吧？这以色列的动作更多啊。因为伊朗和以色列已经都处于临界点，以色列这边啊正在全国各地紧急加强防空系统部署，以应对可能发生的伊朗导弹反击。而伊朗这边呢更是如临大敌的吧，各种防空系统到处部署啊，甚至断网关闭领空。伊朗防空司令部得到命令，任何没有经过许可进入伊朗领空的航空器都可以直接击落。所以我们来分析啊，这个特朗普啊一会儿紧一会儿松，到底什么意思？我倒不觉得特朗普这一次啊，他的初衷啊是帮助伊朗人民，你不能否认啊，他有这个因素。特朗普他是个商人啊，他干什么事都会计较成本，叫权衡利弊嘛，这个也无可厚非啊。那他在伊朗这儿，他到底图什么呢？我觉得他第一首选的啊，排第一位的，他是要趁这个机会啊，把伊朗核武器、核计划，包括他的核载具，就是那个战略弹道导弹这些研发设施，一次性的给他除掉。如果伊朗人你自己同意，对吧？销毁那是最好。如果你自己不销毁，那我正好趁这个机会啊，帮你销毁。我认为啊，这是特朗普的首要任务。那么拯救伊朗人民于水火之中，这个恐怕是次要任务，是他一个很好的一个借口、理由，是撸草打兔子顺带手的事。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特朗普真的啊是为了解救伊朗人民，那他还必须有后续的计划，他不能说把哈梅内伊给炸死，或者把他怎么着了，这伊朗人民就解救了吗？你后面还有个完整的计划。你看啊，特朗普在委内瑞拉干的这事，人家是有就是组合拳，对吧？先拿下马杜罗，后面要稳住委内瑞拉局势，不能出现人道主义危机。如果一旦出现人道主义危机，那特朗普你干得再好，对吧？全世界的这个唾沫星子啊都能把它淹没。所以你看，委内瑞拉还不得保持稳定，不能内乱，不能军阀混战，不能内战。然后后面还有开发石油，所以他要动员，对吧？10几个石油巨头啊，要跑到委内瑞拉去投资1000亿美元。他后面还有很多计划，对吧？拿委内瑞拉的石油去换这个美国的商品，
去稳定委内瑞拉。他这是抓马杜罗只是一个开始，对吧？他后面还一整套的组合拳。那你在伊朗现在还看不到，对吧？他能有什么组合拳呢？我在想啊，如果美国不派地面部队，仅仅是靠飞机啊 F-35什么 B-52把伊朗炸一通，那个神棍政权就垮了吗？这个不一定啊。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啊真的要去轰炸的话，那伊朗的基本盘说不定更加团结，对吧？这个他的叙事啊方式就变了，那这就是抵抗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的侵略。也就是说啊，这个只有当伊朗它内部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强大的、有力量、有组织能力的一个反对派，这时候对吧？特朗普再来一轰炸一配合，要不然你把哈梅内伊给除掉啊容易，你没有后续的计划，那伊朗也可能陷入内战，那死的人会更多。到现在为止啊，外媒报道伊朗死了将近2万人啊，但是这些数字都不一定准确啊。那也就是说还是可控的2万人。如果是伊朗陷入内乱，神棍政权倒台，但是又没有一个新的政府有力量，那伊朗一内乱，那血流成河，死的人会更多，甚至会爆发人道主义危机、大屠杀。因为伊朗的这个各个地方之间的矛盾，对吧？那也是不小啊，历史原因形成的，对吧？这个你比如说啊，它西部还有库尔德人呢，北部是阿塞拜疆人，是吧？这个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准确啊。目前伊朗啊，它国内对吧？大家现在把矛头对准那个叫阿塞拜疆教士集团，这个有点像咱们那个清末的时候，对吧？民族矛盾到了一定的顶点，汉族人对八旗、对满清，对吧？这些权贵充满了仇恨，或者是元末明初，对吧？这个汉族人对这个蒙古人那种仇恨，鞑人是吧？你想想，你要这么一理解，你就知道伊朗现在是什么一个矛盾。一旦对吧，没有一个有力的政府去控制，那很有可能啊，这个民族之间，各个什么阿塞拜疆和波斯人之间，库尔德人和这个波斯人之间，和这个阿塞拜疆人之间，恐怕那都是一顿乱战啊。这个就是人道主义危机，难民到处跑到土耳其，跑到阿塞拜疆，跑到亚美尼亚，往四周逃散，但四周的人也受不了。那么伊朗的这个教士集团呢，他也是抓住了特朗普的这个心思，所以这个他就不停的向特朗普的特使维特科夫喊话啊，说我们愿意谈这个核计划。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啊，今天和明天都没有安排处决，但周五我无法保证。什么意思啊？这不就是特朗普说的吗？他已经收到了积极信号，说暂停杀人处决啊。那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呢，无非就是还要点面子，实际上他已经给美国给特朗普跪下了，是吧？说这个你不是不喜欢我杀人吗？那我也不杀了，求放过，求放过啊。但是他扭头对伊朗国内说的就是啊，我周五说不定还要杀，就这个意思啊，就是叫外圆内方嘛。对外呢是丝滑的跪下，对内还要露出獠牙，要镇压呀。对外对美国说，这个浓缩铀、核武器咱们能谈，对吧？什么这个弹道导弹咱们能谈，但是对内说浓缩铀是我们的合法权利，弹道导弹是我们的防御手段，这一点没有任何谈判的余地。我们为什么要就弹道导弹进行谈判？我们明明需要他们来保障我们安全和国防。这就是这个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对那个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的啊，这种矛盾的混乱的表述啊，实际上就是充分的反映了伊朗人的这种，就伊朗这个神棍政权呢，它是矛盾的心态。一方面要把这个特朗普稳住，因为特朗普就想利用这个机会啊，彻底的解决伊朗的这个核设施、核计划和导弹计划。那伊朗的神棍政权就表现出一种愿意谈，对吧？你大哥你别动手，咱们有话好说，拖延。对内呢继续高压，但是特朗普会不会被他迷惑住，对吧？很多事情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啊。如果特朗普这边继续观其言听其行，是吧？或者叫听其言观其行，那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他就缓过来了。一旦缓过来，他脖子又硬了，嘴又硬了，对吧？又开始调戏这个特朗普了，他又要搞浓缩铀，又要搞导弹了啊！伊朗的外交部长向外界传递的信息就是，伊朗的局势已经平稳了，完全掌控，你们啊也就别在这煽风点火了。我们再看看这个伊朗的反对派啊，目前伊朗反对派就一个在美国流亡的巴列维。这个巴列维啊，他昨天啊好像发了个视频吧，讲话致世界各地的朋友们，他说在伊斯兰共和国统治下，伊朗在你们的印象中与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贫困联系在一起，但真正的
伊朗并非如此，它是一个美丽、热爱和平、繁荣昌盛的伊朗，没毛病啊。曾经的波斯那也是古老的文明，对吧？这个巴列维啊，他表达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他说，在现政权垮台之后，一个自由的伊朗将如何对待其邻国和世界？也简单点说，就是要融入文明世界，融入文明社会。为实现这一目标，现在正是与伊朗人民站在一起的时候。伊斯兰共和国的垮台以及伊朗世俗民主政府的建立，不仅将重塑伊朗人民的尊严，也将造福于整个地区乃至全世界。一个自由的伊朗将成为和平、繁荣与合作的力量。巴列维他在他这个讲话里面说了很多啊，关于经济、外交、能源、文化等等。作为政客来说啊，这个时候他这个很有煽动能力。但是啊，这个伊朗国内的基本盘如果没有变化，那运作不好的话，哈梅内伊下去了，哈梅内伊 2.0 又上来了，对吧？哈梅内伊 Plus、哈梅内伊加强版上来了，这完全有可能啊。所以我觉得啊，对这个伊朗的神棍政权来说，应该是这个周末非常关键。我们要看这个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不要被特朗普的这个言辞啊所迷惑，他是真真假假，对吧？变来变去的。这个伊朗人自己也说啊，当地时间14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穆萨维说啊，伊朗当前处于最高战备状态，导弹储备自2025年以来有所增加。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目前已做好充分准备，将对敌方的任何误判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官方表示啊，正严密监视美军在地区基地的部署动态，但指出美方政策多变，且存在故意制造紧张局势的可能。这个说的没错啊，他就是要你伊朗神棍政权每天神经兮兮的。我为什么说这个周末呢？因为啊，如果按照特朗普说的，伊朗方面真的停止了镇压和杀戮，就是他会抓人，但是他不敢绞刑，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鼓舞和纵容了，也就是鼓励了这个伊朗老百姓，他们更多的人会走上街头。血腥的镇压真的停止的话啊，那后面会有声势更大的示威活动。为什么呢？因为伊朗老百姓他活不下去。伊朗老百姓为什么活不下去呢？大家可以看个视频啊。这个是200万利尔，也就是伊朗的货币。我第一次去中国是09年的时候，当时200万利尔相当于1000多块钱人民币，1100差不多。但是现在今天也就是2020年的1月7日，200万利尔才相当于9块多一点人民币，就不到10块。所以我们钱这个价值已经跌了1000倍了。所以我们已经有大概10天左右，有很多人在街上在游行，就因为我们已经倒霉到就是平均这个收入就是政府规定最低的收入是80美金，也不到100美金，你知道吗？就是整个世界的贫困线，伊朗的贫困线我们都是在底下的那种。不是说我是跟中国人工作，我的收入都是用人民币来收，所以我是很幸福的一个伊朗人。很多人说啊，菲菲你不懂人家，你很有钱。我没有，我爸爸本来也是一个员工，后来慢慢往上那个的。我爸爸也现在不是自己私人有什么生意的。我一直能完全感受到老百姓的苦。我们大部分老百姓是已经活不下去了，快买不到鸡蛋了，买不到别说肉，他有很多问题了，所以就是已经跌到这个程度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伊朗最近的情况。我们最近然后又改了一个中央银行的老板，看看他会不会解决这个钱的问题。但是这个我觉得已经很长时间了，就是如果要去改，也要至少改个3、4、5年。所以希望很少，所以老百姓已经不能再工作了，不能再有比较好的收入，所以都在街上了，看看会怎么样。我是菲菲，关注带你了解不一样的伊朗。波斯它也是古老的文明，这种古老的文明，这种老百姓啊，实际上多多少少啊都有那种逆来顺受的这种基因呐。也就是说，你但凡给他一条活路，给他一口饭，哪怕是给他点草皮让他啃一啃，他也不造反。他能走上街头呢，实在是草皮都没得啃了，活不下去。而这一切呢，伊朗的神棍政权他是解决不了的。这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虽然说啊，对吧，接下来要怎么样励精图治，要惩处腐败，对吧，要怎么发展经济、繁荣经济，这个都是口
口号啊，因为他这个制度决定了他这个体制啊，阿塞拜疆教士集团，对吧？高高在上，下面是伊斯兰革命卫队，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军队。伊斯兰革命卫队承包了啊，垄断了伊朗的国家经济。而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存在的理由，它的合法性是什么呢？是要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要么怎么叫伊斯兰革命卫队呢？它不是保卫伊朗人民啊，它不是保卫什么伊朗国家，它是要输出伊斯兰文明啊，这个伊斯兰革命。那这伊斯兰革命就是跟世界文明要对着干，美西方、伊朗、以色列都是他打击范围，所以他要搞什么抵抗之湖。你看看啊，他这是叫死循环。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你佩泽西奇汗怎么你把它割掉是吗？如果哈梅内伊手上没有一支军队，那伊朗政府凭什么要听哈梅内伊的呢？对吧？他这个宗教领袖、精神领袖手上有军队，甚至啊，伊朗的国防军那也是归哈梅内伊管了。所以他这种制度啊决定的，你靠这个世俗的政权去小修小补没有任何用处，而且只会啊越来越严重。这个伊朗这个连着好几任总统啊，什么哈努尼是吧？内贾德还是什么一大堆的啊，他们不是没想过办法啊，他们也想了很多办法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也想发展经济，但是正因为是这种体制啊，任何改革、任何成就都会被付之一炬啊，任何的想法都会被扼杀。只要触及到这个教士集团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利益，你这个总统不是下台就是莫名其妙死亡。这就是我说的啊，这个伊朗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解决不了，那老百姓他就活不下去，他就得上街。这次不行，那就下一次。伊朗也有很大的基本盘啊，等到基本盘醒悟了一部分，等到伊朗的很多维稳的人也变成维权的人，那伊朗的这个神棍政权，这些教士集团呢，才有可能被推翻、被瓦解。所以2026年啊，这个叫精彩不断，这个是我认为是人类迈向文明的一个关键的一个节点。伊朗人民这一次不一定能成功，但是啊，我相信2026年一定会成功。一次不行就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关于伊朗的局势啊，我们密切关注。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